早上的崇拜，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上帝，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特别现在季节交换，我们看到春季已经来到，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春天里面看到万物的滋生，有上帝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这当中。他所创造的一切都何其美好，让我们为这样来感谢上帝，也让我们为进入大斋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也为自己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我们来祈求上帝的怜悯跟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为你所创造的一切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你是创造的主，你让一切的万物都能够在春季开始滋生，能够在这个季节里面，主我们看到这些的万物的生命力能够渐渐的开始来成长，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百姓，你的儿女，你的子民们，能够这样来照着你的话而行，来管理这大地，能够管理主你所造的一切。谢谢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敬拜而感恩，让我们所献上的是赞美的祭、感谢的祭，是荣耀归于你的祭。愿你施恩来带领，为早上所有的崇拜的程序、流程顺序来献上感恩，还有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运作，也都按照你的旨意来进行。特别为着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都保护他们十分的平安。感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一周来的保守与供应，叫我们从不虞匮乏。孩子今日聚集在您面前，求您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不安与忧虑、妄想与贪求，开启我们的心，仔细聆听您的话语，专心敬拜您。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诗歌敬拜，若真理许可，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歌颂父神伟大全能，在心灵粮食选71首。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95篇，在教会圣经的623页。
黄色字的部分呢由施会起，对不起，白色字的部分由施会起，黄色字的部分再由会众来应。最后一句我们再来取和。诗篇95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们要感谢他，因耶和华为大上帝，为大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海洋属他，是他所造，也是他所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失去义务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一起。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现在是公祷时间，我们一同来为世界、还有我们的国家和教会和人民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东欧国家拉脱维亚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桃园卫理堂金美景牧师来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教会贡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的身心健康，我们为此祷告。现在季节开始变化交替，我们为季节交替，台湾能够有足够的雨水，土地得到滋润，万物生长顺利，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各级行政首长及公务人员能制定好的政策和管理来祷告。我们一同以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请维邦弟兄来诵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在出埃及记的17章1到7节，以及罗马书的5章1到11节。我们先从出埃及记这边开始。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站在站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地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里面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接下来是罗马书的部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谢谢回放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4章4至30节，在教会圣经新约103页。翻到后由4位来攻读。约翰福音4章第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5正。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第10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第12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第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这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第16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第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第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讲道，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第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
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接下来献诗，今天诗班献诗的曲目是《从你见耶稣》。
班。今天正道的讲员是韩慧珍传道，那正道的主题是他渴了，好让你不再渴。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若有听过我蒙召见证的人啊，然后大家都会知道说，我在被呼召的前半年，就是整整6个月，那我是凌晨3点下班的，那9点又要到医院去。那如果你偶尔一次，或是时间不要太长，那我可能会觉得，我可以忍过去。但是他就是确实就是整整半年这样子，让我凌晨3点下班。所以每一次呢，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都会看上面的那个月亮，然后我讲说，就是夜深人静，只有月亮在陪我，所以我也思想了一些问题。那我独自一个人走到车上的时候，请麻烦帮我换一下我的那个投影片，谢谢。那我就是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那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已经拥有了那么多，内心深处却依然感到无法填补的空虚？今年我们要透过约翰福音第4章去观看一场发生在2000多年前荒凉井边的相遇。这不会是一个古老的事件，因为它到现在还对我们说话。这个是一个你我生命的对话，所以神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回应我们生命当中最深切的渴望，使我们得到终极的满足。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图片，你会想到什么？我们高雄很热嘛，其实那个热气，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热气上腾，所以其实这个图呢，可以看到说，它应该是一个烈日的中午，太阳就炙烤在撒玛利亚的土地上，空气凝结，万物寂静。在所有人都躲避着酷热的时候，因为酷热实在是我们高雄人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真的是不想出去。但是呢，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却独自前来打水。那其他的妇人什么时候来打水呢？傍晚嘛，或者是早一点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的时候，他们来结伴打水。那个是他们社交的时候，那个是他们可以互吐心事的时候，可以聊是非的时候。所以呢，这位妇人呢，选择在正中午前来，这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也显示她其实在城里当中她是被孤立的。也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选择在正午出门，就是避开人群，她就是要隐身，不想让人家知道，也不想让人家看见她。可是呢，就在这个充满历史的古井旁呢，她遇见了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拉比。现在我们也要一同走进这个口井来倾听这场对话。或许我们会发现，这个妇人内心的干渴呢，其实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耶稣要让我们怎么不再渴呢？首先，他主动来寻找干渴的人。那我们要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4到11节，请。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必牲畜也都喝这井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故事的开始充满张力。当这位妇人来到井边的时候，耶稣对她说了一次简单却惊天动地的话：求你给我水喝。妇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她非常的惊讶，而且她带着一点防卫还有反刺的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后来门徒回来，他们也惊讶，耶稣竟然和一个妇人说话。为什么大家都要那么惊讶呢？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这次相遇的震撼性，我们就必须先明白它发生的文化背景。这绝非是一场偶然的闲聊，而是耶稣刻意为之，是充满神主权的神圣介入。事实上，耶稣和这妇人之间呢，横杠着3道无法看似的高墙。第一道呢，是种族与历史的高墙。撒玛利亚和犹太人之间呢，他们有一个深不见底的鸿沟。那这可以追溯到上面有写西元前722年，那时候北国呢被谁所灭？亚述，被亚述所灭。所以呢，亚述呢就派些人呢到北国的以色列去。那到以色列去呢，那里还留着的人呢，就跟亚述人通婚，所以就生下了撒玛利亚人。对于正统的犹太人而言，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的。不仅如此，撒玛利亚人的神学也与犹太教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就敬拜地点来说，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所敬拜的是在基利心山，不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锡安山。第二个呢，他们的圣经经卷，他们只接受他们自己修改过的摩西五经。然后不接受犹太人所遵从的先知书和其他书卷。因此一般犹太人都认为撒玛利亚人不仅血统不纯，更是信仰混杂，是个必须避开的杂种。这句话说得很重，但是对他们的那个年代而言确实是这样。所以一般犹太人在经过撒玛利亚时都会绕道而行。那第二道是什么呢？是性别的高墙。在古代中东文化当中呢，男性基本上是不会公开场合与女性交谈的，更不用说是一位特别身份尊贵的拉比在公共场合与陌生女性谈话，是极度不合体统。那第3道呢，就是道德的高墙。别忘了，耶稣是神圣的神子，而这位妇人的生活混乱，有5个丈夫。现在连同居的对象都还不是她的丈夫，她可以说是被整个社会圈所唾弃的圈外人，连她的邻居都看不起她。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冷，耶稣是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事实上，这是一场精心的安排。这个必须呢，不是为了地理的便捷，其实他们直走，他们就很快的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是呢，他们都绕过。但是呢，耶稣这样子走法呢，经过撒玛利亚呢，他也不是说这个比较近，所以我走这边，不是的，这个是源出一个神圣的旨意，是一个主权的恩典，要寻找一个迷失的小羊。在那个敌对的氛围中，耶稣主动打破了与妇人之间的高墙，他没有以一位高高在上的施恩者姿态出现，反而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需要者的位置上。他被这个社会彻底边缘的夫人发出请求，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姿态就瞬间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打开这个妇人封闭已久的心门，让一段不可能的对话得以发生。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就是恩典。当耶稣主动去寻找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一刻，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不论你真实的状况如何，今天耶稣也同样主动要来寻找你。世界上的宗教呢，总是告诉我们，你要加入祷告小组，你要洁净内心，你要苦修，神才会接纳你。但是耶稣却说，他的恩典不是给那些道德高尚、灵性优越的人，
而是给那些承认自己干渴、软弱、任何有需要的人。耶稣的开场白很简单，却蕴含着无比深厚惊奇的恩典。从妇人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惊喜是渐渐推进的。他起初是非常惊讶，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到后来呢，第二个就是他有一点质疑了：“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到最后的好奇：“难道你比他，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这份恩典所以令人惊讶呢，就是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获得的认知。它不是靠人的功劳、身份背景努力去赚取的，恰恰相反，它是由施恩者耶稣主动赐予一个在当时社会看起来最不配的领受者，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女人，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人。这就是恩典的本质，一份我们不配得却白白赐下的惊喜。他不看我们的过去，只看我们的需要。而耶稣打破文化和种族的隔阂只是第一步哦，他接下来要做的呢，是远远超乎这位妇人所能想象的礼物，一份永恒的礼物，就是活水。也就是说，耶稣想要让我们不再渴，除了耶稣主动找到了我们，耶稣还做了一件事，他揭露你错喝的井水。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那括号的地方，什么雅各井地上水或永恒活水，那个就不要读，那个是让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13章第13节到第19节，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当耶稣成功了引起妇人的注意之后，耶稣就立刻将对话提升到灵魂的层次。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这水就是雅各井，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活水，那个水呢，就是活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这里呢，耶稣分了2个水哦。首先是什么水？雅各井的水。雅各井的水也就是地上的水，它代表了世界上一切用来满足于我们内心干渴的事物。这些事物本身是好的，但是呢，它只能带来暂时的满足。喝了还要再渴，这就是一个很无情的定律。而耶稣所赐的活水呢，是永恒的活水，是一个可以触及到我们灵魂深处、源源不绝、新的泉源那种活水。所以活水的比喻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耶稣对妇人说的渴也不只是生理上的。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有说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词，他就说：每当我们喝地上的水，就像是在喝海水一样。我再念一次他的话：每当我们喝地上的水，就像是在喝海水一样。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些我们在世界上用来满足自己的所有事物，就像海水一样，你只会越喝越渴。我认识一个国中的小男生，他现在差不多国2吧，他国2，他每天只要是上课或者是下课，他总会一直在看他 IG 的爱心数。他如果 IG 的爱心数就增加了，他就觉得他自己到了天堂。然后 IG 的爱心数下降了，就是没有几个人按赞，他就觉得他自己到地狱。
你知道她每天呢就是在看她的那个 IG 的爱心数来活着。你知道这个呢是她被这个 IG 所影响，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海水可以是任何东西吗？对这个小男生而言，海水就是他的 IG 爱心数。那你们呢？我们呢？你的事业成就，一段让你奋不顾身的爱情，某种政治理想，甚至是家庭的圆满，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你把它们当作你人生意义和安全感的唯一来源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海水。本质上是脆弱的，是会改变的。一旦你事业失败、关系破裂、理想幻灭，不如你期待时，我们的灵魂就感觉像脱水而死。而活水呢，是跟这种海水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它不是从外面找的，它是从里面来的。耶稣接着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的关键词呢，泉源。我们都知道，任何一口井都可能干涸，可能会被污染，你甚至可以把它堵起来。但泉源不一样，它会自己源源不绝的、不断的涌流的源头。比起人们靠自己努力所凿的井水，当我们连结的是活水泉源时，就不会受到那外界环境的影响。无论外面是干旱啊，还是暴雨啊，无论别人往里面丢了多少垃圾进去，那种内在的喜乐、平安和生命的意义的源头是不会改变的，也不会枯竭的。所以你的生命呢，不再依赖于你的表现、你的环境，或是别人怎么看你。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状态的满足感。当那妇人听到耶稣说，他是什么反应呢？他立刻说：先生，先生，请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妇人听懂了没啊？听懂了。其实他没听懂。这个妇人显然一开始没听懂，他以为是什么神奇的水，可以不用让他每天正中午太阳酷热的时候，还要一个人到那边来打水。所以呢，如果他能够永远不渴的话，他就不用去打井水啦，不用每天来啦。他完全是从物质还有解决眼前麻烦的角度去理解。但耶稣这时候说了一句看似很不礼貌而且突兀的话：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怎么引导他呢？让他从这个实际的烦恼转向思考更深的属灵问题。这个引导其实非常高明，也非常有层次。第一步可以说有点讽刺，就是让他处于孤独当中。当我们的家庭事业顺利、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反而不会去寻找神，对吧？不会去感受那份内心的渴，往往是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受到挫败或孤单，才会迫使我们停下来去想一些平常根本就没有想的更深的问题。然后耶稣来到了第二步，就是用这个活水这个谜题引起他的好奇心，让他从日常打水的困扰跳脱到一个想理解又想知道的答案上面，这就打开了对话的空间。接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那个妇人还在纠结你要怎么样赐给我这神奇的水的时候，耶稣话锋一转，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不仅是突然的，也是很失礼的一句话，感觉是要故意揭他的疮疤。但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定他的罪或羞辱他，他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温柔又无法回避的方式，要帮助他看见一个事实。你说你想要活水，那你必须先知道你现在喝的是什么水。你一直在找水喝，那你平常都在哪里打水？对于这位妇人，男人的爱情和依赖就是她的生命泉源。她有5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事实上，这对信仰来说就是一幅偶像崇拜的画面。
如同先知耶利米说，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2章13节，请。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妇人的5个丈夫呢，就是她为自己凿出了5口破裂的池子。她一次一次试图的在受造物的爱里寻找只有受造物才能给的爱，给的满足。结果是什么呢？一次一次的干渴，所以她才会找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然后甚至她最后呢，可能对婚姻绝望了吧，所以呢，她就直接同居。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她一次又一次的干渴，耶稣等于是在对她说：你以为你现在只是口渴，其实你的灵魂已经非常干渴了。问题是你一直在错误的井水当中取水，而那口井早已经破裂了。所以耶稣不再指责他的过去，而是在帮助他自我诊断。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现在赖以为生的那口井其实是无法真正解渴的海水，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去找那真正的活水。所以呢，给你们10秒钟想一下，你们现在赖以为生的海水是什么呢？耶稣今天也可能对你说，叫你的丈夫来，或许他会换个方式问你，去把你的事业带来。你以为升职了就会满足，但到那个位置，接着又发现财富权力不断来，你再次渴望更高的位置。去把别人的赞美带来，你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去把你的家庭带来，你以为只要结婚，孩子考上好学校就圆满了，但如果你的生命意义全系在这个脆弱的人事物上，一旦孩子叛逆，配偶让你失望，你就崩溃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雅各井，我们手中的水罐子。你以为它是生命，结果它却让我们更渴。所以除非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时试图从这个破裂的池子中取水，除非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永远无法满足我们，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活水。悔改不是被神痛骂一顿，悔改是意识到，主啊，我一直在喝海水，难怪我一直那么渴。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不再渴，除了需要耶稣主动来找干渴的我们还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渴，并承认我们赖以解渴的那个井是破漏的，无法满足的我们，让耶稣揭露我们错喝的井水。最后我们不再渴，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为活水的泉源。我们最后呢，来念这一段经文，请。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耶稣温柔地用你已经有5个丈夫揭示了妇人混乱的个人生活后，对话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妇人觉得被刺痛，于是她试图把话题转到一个更宏大的神学辩论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如果问题变得太个人、太刺痛的时候，我们就会赶快转去聊什么政治啊、宗教啊，
或者其他别人的八卦。所以呢，用一个大问题来回避自己的问题，没错，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人性反应。但耶稣的回答再次完全挑出了框架，他没有选边站，他没有说撒玛利亚人对，或者是犹太人对，他没有说这句话。耶稣没有被这个抛出来的烟雾弹所迷惑，他直接给出一个烧10公的答案，颠覆了人们对敬拜的理解。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首先提到时候将到，现在如今就是了。在约翰福音里，时候或我的时候都是一个关键词，几乎每次出现都指向耶稣最终的使命，也就是十字架上的牺牲。问题是，敬拜地点跟上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大。在旧约的传统里，敬拜神都需要有一个献祭的地方，就是圣殿。耶稣其实在说，地点的争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我自己要成为那终极的圣殿，我将献上自己成为终极的祭物。所以这就带了一个最深刻的连结。还记得故事一开始吗？耶稣在井边对妇人说：“我渴了。”才开启这场活水的对话。一个能给人活水的人，却自己说我渴了。而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的时候，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句对身体的感受的呼喊，也同样是什么？我渴了。那才是真正的属灵干渴。他在十字架上不仅承受了身体的极度脱水，更重要的是，他承受了与神完全隔绝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属灵死亡，他替所有的人承担了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在井边示弱的说：“我渴了”，其实是在为他最终极的渴做铺垫。正因为他为我们承受那终极的渴，也就是与爱的泉源完全隔绝的痛苦，所以活水也就是神的恩典、赦免与永不枯竭的爱，才能像泉源一样无条件的流向每一个人，流向我们。所以活水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恩典，没错。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喝了神愤怒的苦杯，所以我们才能喝生命的满足之水。所以这个故事从一口井的对话，最终要指向一个关于恩典、满足和救赎的核心。接着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段经我们很熟，却常常遭到误解。这不会是说，心诚则灵。很多宗教都说你们的宗教都一样，那心诚则灵就好。不一样。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在灵里与真理中敬拜，在灵里与真理中敬拜，这两者缺一不可。事实上，耶稣的回答不是为每一位基督徒指出敬拜的原则，他更是完美的回应了这位妇人生命当中的两种困境。首先呢，是在真理中敬拜。在真理中敬拜，不是我们觉得神是什么样子，我们去敬拜他，而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子，我们要用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真正的去敬拜他。所以就是要按神真正的样子来敬拜他，这就是真理。耶稣不只是清楚地指出撒玛利亚人只接受自己修改的摩西五经，同时也提醒这位妇人，混乱的生命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圣经所启示这位真理的神引导，才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接着是在灵里敬拜，这里是敬拜的内在深度不是活泼也不是热情是深度。神是灵，所以他看的不是你在哪里敬拜，也不是流程做得有多完整，而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向他敞开。绝对不是在唱诗歌的时候嘴巴动一动，心里却在想别的事，也不是人坐在教会心却离神很远。
耶稣告诉妇人，敬拜不再是关于在哪里，而是关于是谁，如何做。关于弥赛亚这件事，耶稣斩钉截铁地告诉弥赛亚正是自己。这是耶稣极少见直接向人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的时刻。他没有向宗教领袖证明这一点，却选择向一个外邦人、有罪的妇人揭示他荣耀的身份。我们来讲一下结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故事的结尾，看这一幕最动人的画面。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认出耶稣是弥赛亚，当他明白什么是真正活水之后，圣经记载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她得到活水之后做的一件事是留下水罐子，然后跑进城里。她不是去炫耀自己现在变得多圣洁多不一样，反而是兴奋地告诉大家，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事全部都说出来了。他对于自己不堪的过去被揭露，感到的不是羞耻，而是一种释放，因为他知道揭露这一切的不是一个要定他罪的审判官，而是一位要赐他活水的救主。他乐于承认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是摆脱那些虚假满足的唯一途径。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看他，反而是充满了一种爱，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跟人分享这个好消息。那个被留下来的水罐子，象征他过去赖以生存，却让他不断劳苦重担的生活方式。他把它留下了，他不再需要那旧的身份，他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当你的灵魂连结于永恒时，那时暂时解渴的工具自然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活水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恩典，它带来不是被外在环境夺走的内在满足，而这份礼物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终极的坎坷，才得以赐给每一个人的。今天耶稣也在这口井旁等你，你也想要不再渴吗？如果你也想要，耶稣要主动来寻找干渴的人。耶稣已经主动跨越种族、性别、道德的高墙，来寻找破碎的我们了。耶稣揭露你错喝的井水。耶稣说，这世界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但唯有耶稣基督，那已经为我们在十架尝了干渴的主，才能使我们全然得到完全的满足。耶稣在十字架成为活水的源头，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只是流于宗教形式，而是透过真理与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神建立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一直以为你自己缺的是成功、肯定和安全感，其实你真正缺的是活水。当你还在努力提着水罐子奔走时，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为你承受干渴。问题从来不是你够不够努力，而是你愿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水罐子，手中的井水，来到真正的泉源。你不需要更好的井，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泉源。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最深的感谢。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干渴的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就像那位妇人，在我们自己所筑起的高墙下，试图用工作、成就、情感、财富这些雅各井的水来填满内心的空洞。我们承认我们喝了却还是在渴，我们甚至为自己凿出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拜了生命中的偶像。感谢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呼喊，我渴了。你承担了我们灵魂的干渴与审判，好叫我们能白白得着这生命的活水。求圣灵现在就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光照我们心中还紧抓不放的水罐子是什么，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把它放下，
求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汲汲营营的取水者，而是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并像那位妇人一样，当我们领受这份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跑进我们的城市、家庭、职场里，成为你活水的管道，喜乐地向人们见证：你们来看，我遇见了基督。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谢谢彭传道的正道。我们一起来唱新年诗选339首，我为虚主。我们请姐妹唱单数节，弟兄唱双数节，副歌的部分再一起来合。请起立。我们所有的皆是您所赐，我们从中取出1/10，现在坛前，愿蒙主悦纳。我们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
召开3月份执事会，在中午12点的时候，在201教室，请各部门执事留步参加。那南教区会议将在3月14号，就下礼拜六10点在本堂召开，邀请弟兄姐妹关心南教区事工，并为各堂会福音事工，欢喜来祷告。我们下周主日为敬神主日，会邀请浸信会神学院林文娟老师到本堂来分享，我们也为台湾神学教育关系来祷告。4月5号复活节主日，教会要安排受洗跟转入礼。若有意愿受洗或转入本堂的福音朋友或主内肢体，可以跟牧师或传道个别上出信课程，详情可以询问办公室。好，2月18日起，每周主日之外，到4月5号复活节主日前有40天的大斋期，牧师将预备在大斋期期间每周3的中午11点带领禁食祷告，邀请弟兄姐妹若身体状况许可，可以参与每周1餐的禁食。那为募集社会关怀经费及配合大斋期简约禁食的活动，总会社会关怀委员会推动少一道菜多一份爱的活动，在大斋期期间40天里面，可以透过禁食节省的餐费，或是节约1道菜的钱，可以奉献为总会社关的仁爱捐款，欢迎弟兄姐妹参与。那活动配合教会大斋期到4月的第2周为止。那各位奉献的时候要注明为总会的社关活动奉献。那红本门徒站3月14号，就下礼拜六上午9点半开课，由本堂的潘慧珍传道来上课，上课学员请至办公室登记，然后要缴费，还有领书哦。好，那今年的教会成人主日学上半学期在3月15号开课，欢迎弟兄姐妹参加课程，填写报名表。那详情请参阅周报上面的老师跟课程内容。好，3月16号，下礼拜一，15年春的制服艺人学院要开课，请为老师的预备及各项活动顺利带导。那为教会复兴守望，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在实体来参加星期4晚上的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那同步也有线上的，各位可以参加。那关于总会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教会的宣教大楼所需的建造经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和其使用，并让有感动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来奉献。奉献的时候，请注明要为总会建堂奉献。那另外我们要宣导一件事哈，就弟兄姐妹进到大堂的时候，如果你有要互相问候或问安，请到大堂后面的副堂来去聊天。进到大堂里面就是祷告跟安静，不管是聚会前或是聚会后，希望各位可以尽量朝这个方向来前进。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一起起立，我来唱3一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将这恩典带回到我们个人的家庭当中、工作里面，或是我们的生活各层面里面，让我们将祝福带到各个地方，使人因我们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为教会事工代祷。